民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新增加2例对菲律宾来的病例，无本土病例。若桃园病院附近的社区开始咧大消毒。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就职，咱台湾头一摆接到正式的邀请。总统蔡英文嘛恭喜拜登，望未来会当深化两国的关系。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总统去帛琉参加因总统的就职，旅游业者嘛同齐去要了解旅游安全款的可能性。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今仔日咱新增加2例大病入境的案例，是对菲律宾来的。今仔日无本土病例。若卫福部桃园病院群组感染，目前有10个相关的人士去围着。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建议取消大型活动，若人济所在嘛爱做好管制。目前也无需要封城，咱来听指挥官陈时中详细的说明。2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那都是菲律宾入境，那没有本土的个案。或在医院的接触者，应该采检的，我们采检的229名，那217名阴性，那3名阳性，就大家也知道的863、868、869，那9名检验中，1名待采检。那社区的接触者已经采检了167名。163名阴性，2名阳性。那按864、865，2名检验中，3名待采检。有一家，他说下午2点到5点，那么匡列其实那个时间有一点宽了哈。那其实他大概开到2点多哈，所以那个时间并没有那么长。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是建议取消或延后非必要、非特定的对象活动形式有密切接触的集会活动。那还没有大家有讲说要封城怎么样等等的相关的作为，那目前都还没有到那样的一个情形哈。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对一些这样进来看到有一些非常拥挤的区域我们希望能够开始做人流管制。继续关心卫福部桃园病院群组感染，目前计共10个人去围着，其中有6个是医护人员，3个厝内底人，加1个越南籍的看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因经过调查，头一个去围着的医生，捌去过病房替越南看护的头家抽胸坎的积水，可能是因为安尼接触过，所以烧坏。也毋过这敢真正是感染的原因，医界认为爱尽速去了解。玻璃桃园病院发生2例群组感染新冠肺炎，其中1个是住院患者的外籍看护，伊的感染源可能是拄机票个案第838例的住院医师替伊的雇主抽胸腔积水转来确诊。针对这件代志，有感染科医师表示，理论上抽胸腔积水这个医疗行为应该袂产生感染，所以环流沟也有一条传播链无去吹掉。一般来讲，这个外劳会站得比较远了因为抽胸水需要一个无菌的环境，那旁边应该主要是护理师跟这个医师。那病人当然是躺着或者坐着。靠得比较近的人，感染风险应该是比较高了除非这个外劳靠得也不是很远，然后他又不戴口罩，或者他手又去摸，那这样他先被感染机会才比较大。医师表示，目前玻璃桃园病院真侪医护确诊下去其他楼层的病房，而且感染是明显进入社区。有一寡人已经带病毒伫咧社区活动一段时间，这有可能引起较侪人伫咧社区感染，确实是疫情发生以来上大的考验。那看护工在医院里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他的语言上的障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他做一个很好的沟通。那另外一个就是看护工，他常常会找他的同伴，也就是说他的同胞去，因为他没有谈话的对象，所以他可能会跨不同的区所以这个相关的蛛丝马迹一定要抓得非常清楚。医师认为讲，虽然即马这个阶段的新冠肺炎拄接触到发病，差不多是5天至7天，毋过目前这波第614数据的变异病毒株的传播力又搁较强，毋过若是搁2礼拜将复期以来无传出第3波、第4波的感染，到旧历过年进前应该会当得到控制。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群组感染已经卫复10个人，疫情指挥中心拍算要甲病院清空，今日病院的4颗冷冻嘛咧做大消毒。桃园市政府是表示讲，桃园因为有机场，确定病例资本就收上济，风险就会较悬。也毋过为着防疫，未来有病例嘛袂提示。玻璃桃园病院顶礼拜发生2例群组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计划甲2例患者拢转院，2个需要转院的患者剩无到50个，大部分拢是外科的轻症患者，会当家己坐巴士甲客停车。到时阵病院内底无患者了后，
病院内底甲病院外口拢会进行大消毒。我们是国家的第一线，防疫的第一线，我们会承担起这个责任，那也会尽全力不漏接每颗球，不形成任何防疫的破口。玻璃桃园病院发生以来新冠肺炎感染，已经进入社区，累积10个人确诊。桃园嘛出动环境清查客在大队，还有请国军化学兵来协助支援，总共66个消毒队员，针对桃园病院4khu位的龙山、龙秀、龙翔、高城、高明等等的7个里来进行社区的环境消毒。居民嘛表示，除了烦恼讲去互感染，嘛有外县市的人听到讲是拄桃园来的人，就感觉真恐怖。人员的安全、车辆的安全，这都要注意，以及周遭都有一些商家、早餐店。那我在喷洒这个漂白水的同时啊，主要是负责地面上的药剂的覆盖跟消毒任务，把我们这个社区旁边周围都解决，不要让我们大家都好像很恐怖这样子。随时随地，你旁边是谁，你都要担心你。市长陈文灿表示，桃园在已经接任病院会当收确诊也是隔离的患者，全国800多个确诊患者，桃园累计就收223个，占全国比例25.7%。敢若部入桃园病院就收114个，是占桃园的一半。嘛强调讲，防疫战争需要更较大的力量来投入。桃园虽然负担有较重，也毋过愿意拼全力，把这个防线保卫好好。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发生群聚感染。确定病人因的生活、行带范围拢伫桃园较济。国防部即马已经要求阿兵哥无必要毋好去桃园、平遥馆、云林馆、甲苗栗馆，嘛拢已经宣布讲禁止馆会员工无必要减少去桃园出差。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压悬，桃园部立病院最近爆出群聚感染，确诊者的行踪大部分集中伫桃园迄块地啊。国防部下令全体的官兵，若无必要，应该避免去桃园地区了后，平遥馆长赖鸿伟大声宣布，为即马开始禁止管府的员工去桃园出场，嘛呼吁乡亲若有需要互医生看，伫在地就医就好。县政府也呼吁我们的乡亲那由于这一段时间是属于疫情的关键时期，那这段时间尽量留在我们澎湖当地来就医。离岛的民众为外国回来，爱先伫本岛完成14天的隔离，所以桃园市政府甲平湖密切合作。根据了解，目前也有6个平湖的乡亲当地的隔离。云林县甲苗栗县政府嘛要求县府的员工，若无必要，爱减少去桃园出差。很多的国中小在毕业旅行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尽量要求他们以台中以南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来做安排。除非有很特殊而且急迫性能够用电话联络就用电话联络。针对部分县市下令尽量莫去桃园。桃园市长陈文灿亦表示，现阶段一切以防疫为主，强调讲袂因为安尼，就改变甲各县市合作的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甲屏东县长潘明安，拢替桃园人感觉真委屈，因认为讲面对疫情的挑战，全国的民众都爱团结，无应该甲人点油做记号。防疫同心，全民防疫那个这场战争才会打赢。所以台湾只有一个，那么我们希望中央跟地方。政府跟民间，那县市之间，我们都合作来抗疫。如何去停止说大家不要去单一的县市？这个在现实上，在防疫上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我们觉得很奇怪。甲桃园市共同生活圈的双北市拢表示，会甲桃园做伙拍拼防疫。目前双方的市府的员工要是会正常办公。防疫一定是上下一条心。一起面对，共同来解决。在北北基桃之间流动的有庞大的通勤人口，所以我们认为说，光是禁止公务员出差意义应该是不大。疫情指挥中心目前指出，也未到限制民众出入桃园的程度。这波本土的确诊影响的范围虽然宽，不过感染源拢真清楚，建议民众应该要尽量避免大范围四界行耍，嘛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咱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代表台湾去参加美国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这嘛是台美断交了后，咱政府头一摆接受到正式的邀请。外交部表示，这代表台美的关系是真正真好。总统蔡英文嘛向拜登甲贺锦丽恭喜，希望未来会当继续深化两国的关系。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at the inauguration of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挂有国旗图形的翠安，驻美代表肖比琴代表政府参加美国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专讲录影片表达诚心的祝贺。这嘛是从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台湾头一届受到美国官方正式的邀请。这一次基于这个防疫考量，它本来都已经是大幅缩小整个这个防疫的这个规模哦。所以，对我们这个驻美代表处，他可以这样正式的收到这个筹备委员会的一个正式的一个邀请函哦，然后进入到里面，跟其他宾客一样出席哦，我们很感谢。因为英国台湾驻美代表处拢是透过国会议员摕到门票，这届是筹备委员会正式受到邀请，而且比较国会议员甲外交使节团，会当带一个人做伙参加。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启嘛伫咧推特铺文证实，这届是筹委会建议拜登行政团队邀请出席，有正面的意义。其实驻美代表处一礼拜前就收到邀请，不过态度一直真低调，嘛引起无收到邀请，甲台美关系变坏的质疑。外交部嘛出来驳回。没有要打脸任何人哦，主要是我们的确是之前已经接到了，那没有说出来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在外交上，通常我们都会等到事实发生了以后，我们才会进一步的一个证实。我们要感谢第一线所有的外交人员的努力。至于那些唱衰台湾以及唱衰台美关系的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适可而止。总统蔡英文嘛伫咧推特发文祝贺。总统府表示，期待台美关系会当伫咧好的基础顶悬，互两国的人民幸福，也有增加友谊，持续深化合作同伴的关系，嘛共同依护区域的民主自由、和平稳定甲繁荣发展，对两国也有国际社会贡献良善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誓就职，就伫就职演说内底，伊是呼吁讲爱团结，嘛答应讲要服务全美国人。因为疫情加上进前国会暴动，今仔日的典礼为安的战绩有关。落任的总统川普嘛无参加，算是美国真罕见的总统就职典礼。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you God. So help me God. Congratulations, Mr. President. 拜登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演说的重点放伫团结。Uniting to fight the foes we face: anger, resentment and hatred, extremism, lawlessness, violence, disease, joblessness, and hopelessness. With unity, we can do great things, important things. Every disagreement doesn't have to be a cause for total war. And we must reject the culture in which facts themselves are manipulated and even manufactured. 这届就职典礼伫防疫也有国会暴力事件等等的考虑之下，尽速控管，而且保持社交距离。附近的地区部署25000的国民兵，国会广场甲56趴电火点火道，代表美国50个州、华盛顿特区，也有美国5个海外领土，嘛插满20万支的旗啊，象征袂当亲身参加就职典礼各地的民众。拜登伫演说当中，特别讲到美国头一个非洲的南亚的女性副总统贺锦丽。At another inaugural,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tried to block brave women marching for the right to vote, and today. We mark the swearing in of the first woman in American history elected to national office,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Don't tell me things can't change. 美国有名的歌手 Lady Gaga 献唱国歌，在拜登夫人的推荐之下，原本甲拜登同款有大志，22岁非裔女诗人高尔曼，在就职典礼顶悬拢托替拜登创作的诗。The loss we carry a sea we must wade. We've braved the belly of the beast. 拜登宣誓了后，甲副总统贺锦丽去阿灵顿国家公墓向阵亡的将士献花口来致意。前总统奥巴马、小布希、瓜林顿嘛拢有做伙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的新总统拜登宣誓就职，各国的头人拢有提出祝福。欧盟、英国、以色列拢有希望拜登新政府会使甲因强化关系。若中国是呼吁美国和中美的关系正常化。中国外交部嘛随发布要针对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个串任来高官实施制裁。After 4 long years, Europe has a friend in the White House. 拜登新政府上任，欧盟各国拢正欢喜。欧盟期待加北京最近对抗气候变迁、加新冠病毒疫情。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推文欢迎美国登来巴黎协定。
英国首相强生也伫咧下议恭喜拜登。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him and with his new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our countries and working on our shared priorities from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building back better from the pandemic, and strengthening our transatlantic security. 各国领袖拢恭喜拜登，甲替为总统川普关系正好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强调，甲拜登有几60年的交情，希望持续的扩大以色列甲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和平。 俄罗斯是希望保持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且欢迎美国延长条约。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НВ-3 ситуаци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друга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лагерь,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Байдена внесут в ближайшие дни в Конгресс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 продлении договора СНВ-3. Мы готовы у себя выполнить, есл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те же ратифик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дуры, несмотря на крайне небольшое время. 和川普政府发动无预警的中国，除了透过外交部记者会呼吁美国和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转到正途，也伫外交部官网宣布，对拄则退任的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位川普政府高官实施制裁。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这些年，蓬佩奥散布的各种谎言和流毒，必将随着他本人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蓬佩奥之流也必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和清算。中国外交部伫咧声明中强调，这寡人甲因的家属会被禁止入境中国甲港澳，甲因有关联的企业抑有机构也被禁止甲中国交往做生意。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其昌编辑。 那道今日将美国总统川，伊并无去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伊是家己伫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举办仪式，发表上阿尾的演说，讲伊家己这4档的成就，嘛讲未来伊会用另外某一种形式搁再回来。 调过伊无出席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下任美国总统川普选伫典礼迄天头早离开白宫，飞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举行离任仪式。And now the stock market is actually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it was at its higher point prior to the pandemic. 个别演说讲到家己任内政绩大大减税，增加工作机会。川普也阁强调，美国经济是以前所无的好。 不过，拢无讲到拜登的名，只用新政府3个字取代。I wish the new administration great luck and great success. I think they'll have great success. They have the foundation to do something really spectacular. 这是川普最后一摆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坐空军1号享受国家礼物，这也让伊变成美国史上第4位，也是150多年来头一位拒绝参加继任者就职典礼的总统。 飞行机降落伫佛罗里达州，川普登到大个所在海鸥庄园俱乐部，真侪川普的支持者早就伫路边守候，也着竞选旗啊、美国国旗大声喊，车队调过伊放慢速度，互川普会当甲支持者拍招呼。川普离开白宫，却闹了真侪麻烦的代志。新冠肺炎伫美国造成40万人死亡，即马佫传出各州疫苗库存不足，甲川普也在任的时阵，政府提供的数据有出入。 恐惊互疫苗供应出现混乱。So just a goodbye. We love you. We will be back in some form. 另外，伫演说的最后，川普佫无袂记哩话中有话，暗示政治生涯可能还未结束。因过刷落来，川普面临参议院的审判，若讲通过弹劾2024年美国爬起来，可能希望就真细咯。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上任，敢会依次过去全部对策对抗中国、支持台湾。咱国内有学者是认为讲，拜登应该会延续印太战略，美中的关系是要恢复。若美中嘛无可能会回去到川普进前的迄款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就任，针对前总统川普抗中优待政策，尤其是印太战略，拜登敢会继续关系到美国、中国、台湾未来发展？台湾学者普遍认为，虽然美中关系改善有望，不过拜登未完全推翻印太战略。这针对任命资深的外交政策专家坎贝尔担任印太事务协调官，就看出来。不会全部都推翻川普的对中国的政策，其中有一项。 就是印太战略，就印太这个名词，还是同样被延续。更重要的是，任命的一位
印太事务的一个协调官。对美中贸易战到武汉肺炎疫情，美中关系正做历来上歹。自拜登当选，学者观察，伊一直无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但美中伫南海对立搁日益严重。美中想要回去到川普进程的情势，恐惊有困难。大概不会说是回到奥巴马这样的一个时代，一方面是这整个环境完全变了。那如果真的会有差别，那也只不过是说他在手段上面以及他的这个在着重重点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对中国来讲，美国换拜登做总统，唔拿两花议题来对下，阁有引宽一个挑战。美国情国务卿蓬佩奥落任进前发布声明，认定中国对少数民族灭族，外界认为是川普对中国最后的打击，也对拜登是有利也是不利，各来观察。给拜登政府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讯息，就是北京不可能回到1997年克林顿时代，那时候他的国安报告书很明显的说要协助北京和平演变 （peace evolution）。那这25年来，将近1/4个世纪，就是美中关系的架构是已经彻底改变了。美中关系拍算无法度恢复，不过拜登的时代才要开始。未来4党对中国的政策，学者林正义推测是以合作来去竞争。若想要进一步改善美中关系，就要拜登袂当互美国的危机来自中国。记者郭彩干、陈碧如台北报道。今日会知影，别留的新总统甲国会议员嘛宣誓就职。咱外交部长吴钊燮代表总统坐专机去参加典礼。针对别留想要推动两国安全旅游款，这阵外交部嘛有带旅游业者先去了解可能性。超过彭秋国来恭喜别留新任总统会属人，外交部长吴钊燮28去别留甲现任总统雷蒙解锁，新任总统会属人等人来食饭。而再去别留举办新正副总统甲国会议员的就职典礼，吴钊燮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特使身份来出席就职典礼的祝福。This morning we are especially blessed to have among us a very special guest who traveled oversea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o join us this morning. Please let us join hands together and welcome Foreign Minister Joseph Wu, who is President Tsai Ing-wen's special envoy to the ceremony today, and his entire delegation. 就职典礼刚开始，主持人就先介绍台湾特使吴钊燮。特别注意的是，何讲新冠疫情连较紧的别流，典礼现场是无人挂嘴烟。吴钊燮甲台湾的代表团是规个过程有挂这个有印中华民国国旗甲别流国旗的嘴烟，这嘛是外交部特别替这撮行程所做的国旗嘴烟。即将离任的这个总统雷蒙解锁 Tommy Raimoso 来向他表达对他在任内之间对于台湾的支持，对我们我方诚挚的这个谢意。那也会向他递这个特使的国书，帛琉的副总统，还有兼国务院长还有这个帛琉的这个参议院长还有众议院长也都会进行会晤。外交部表示，别留新任总统会属人会推动台北安全旅行款。外交部这阵嘛邀请台湾旅游业者前往别留勘察，而且去真正的景点、洛克群岛等等的所在，来评估未来实施台北安全旅行款，开放台北观光旅游气泡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政府资本打算伫今年要全面换数位身份证，不过因为外界对治安有疑虑，所以新竹市资本讲正月要试办，即马嘛成重点。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强调讲，治安的防护绝对袂使求水。内政部今仔日讲会大成定专法，社会有共识，才会继续推动。政府今年要全面换发数位身份证，不过却引起朝野的论战。民团嘛认为讲有治安的疑虑，应该定专法，无应该落错来实施。新竹市原本1月份要先小规模来试办，不过市府的政策临时改变，暂缓试办。针对这点，行政院长苏贞昌顶日来保证讲，治安的防护袂减少，同意数位身份证换发的代志暂时冻点。行政院日做出决议，改变过去的态度。内政部要定专法，得到社会共识。台湾随着各方面的进步，人民要求也提高。我认为数位身份证的发行有必要先让社会各界能够接受。行政院强调讲，推动数位身份证是台湾走向数位国家甲国际直接重要的政策。不过内政部嘛提出检讨报告，整合出外界有4个烦恼的代志，包括骇客攻击、应用治安的疑虑、烦恼中国渗透，也有数位行踪互人监控。因为安尼，袂放心换发数位身份证。内政部指出，会坚定专法，强化隐私的保护。经过我们内政部本身，我们部务会议通过了以后，我们才会送行政院。
那行政院也必须要院会通过才会送立法院，接下来还有个立法程序，还要经过立法院的3读。那现在我们并没有时间表。外界关心专法当时的出来，市国勇表示，目前也无时间表，所将枪请副院长沈明珍邀集相关的部会来统整。目前已经展开法制、治安甲服务的体验，全面整备。目标是要消除外界疑虑，等专法伫议会通过，经过立法院3读，才搁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德国检测机关腾德集团伫台湾的技术顾问公司传出食安检验的报告写假的日子，即摆互调查局以伪造文书罪咧侦办。因为这间公司嘛有甲高雄市政府合作检验进口的肉品敢有含3肉精。消息一出来，虽引起议论，公司是表示讲，目前因内部当在调查，无要回应。德国检测机构腾德伫台湾的腾德姆斯技术顾问公司，互人讲收检验费几落百万，毋过因的检验报告将超时完成的报告日子写伫个期限内，这个备案，连带损害到上验业者产品的公信力。我们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的实验室还能够处理，当然就那个备忘录是将来如果有量大，需要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全去做处理的时候的一个策略。如果将来查证属实之后，确实是有造假的情况，我们会立刻把它和我们之间的策略联盟的合作关系解除。高雄市卫生局21早起紧急回应，因为去年高雄市才拄甲这间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要来加强查验进口肉品含莱克多巴胺残留的这个营运量。原本传出台中市政府同款，嘛有甲这间公司合作来检测美国猪甲美国牛。不过台中市政府21早起发出声明讲，腾德姆斯技术顾问公司不是台中市政府的客药厂商。市食品药物安全处自去年8月起，共检验收了金超过800件，皆由食安处自行检验。另外，市府各单位也快筛1500多件，全数合格。经查，腾德姆斯公司不是本府的契约厂商，食安处将持续依规检验。食药署21早起也澄清，腾德集团不是食药署的合约机构，也已经有发出公告，废止掉腾德姆斯实验室的所有认证项目。腾德姆斯高雄分公司刚才表示，当伫进行内部的调查，所以无方便回应。调查局是表示，这个公司涉嫌伪造文书，专案还搁伫调查中。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警方昨昏抓到诈骗集团，惊投资虚拟货币甲国际机会，会使赚大钱，诈骗5000万。有锁定11个嫌犯，有抓到8个，拢移送法办。警方甲门洞开，冲击起诈骗集团涉案的主嫌因故出来敲找小铺。新北市新店分局19查到一个以涉案的主嫌来带头的诈骗集团。这个集团透过企业化来绑口座，假造投资外币机会等等的投资目标，来让被害人相信。换险主要是用假交友的方式，然后认识以后就请被害人投资还有投资美元来获利。这样先前小额投资有获利以后，后来他就会大笔资金投入以后，就钱再领不出来了。新店分局伫咧去年12月份，小连续接到有银行伫新店的3个分行来通报讲，邻国有民众无正常领真侪现金，而且转去固定的口座。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来追查，发现29岁涉案的查甫人，甲同伴是大量收人头口座，而且秘伫新店的高级主题区，有专人控制行动，用暴力来威胁，要求因做车手去 ATM 斗相共领钱。怕被黑吃黑所以这些人头账户就会请这些人就是统一就是租一些日资套房或是旅社就是管理这些人头账户的人员警方指出，这诈骗集团不法所得超过5000万，警方总共抓到8个嫌犯，专案以组织犯罪、诈欺、生钱防制法等等的罪嫌来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会开始变天，拜六会开始变寒，寒流一波接一波，雾小包正抢市。用过雾小包氮焚化炉会烧出大恶心，所以台中市政府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台中的雾小包爱等资源回收，袂使等伫垃圾桶。连续的寒流，互暖暖包袂甲欠货，但是大部分的人拢甲使用过暖暖包，直接就等伫垃圾桶。大家唔知影的是，这款的动作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伤害。丢垃圾桶对。那会特别做回收吗？回收那个需要回收，那个是回收物嘛。那你觉得？还行吧，因为本来就是要注重回收
废弃的暖暖包变成了新的粪扫难题。台中市公告使用过的暖暖包列为回收的项目，为1月21号开始，粪扫车明年会加挂一个回收篮，嘛会进行破地检查。回收了的暖暖包内底活性炭成分会用除去臭味，台中市清洁队会集中了后提供掩埋场来使用。但是暖暖包内底铁粉，若是入去焚化炉，无法度转变成为电能，其中氯化钠的成分伫高温焚烧之下，有可能会变成是致癌物的风险。那这些东西本身它原材料都不适合燃烧，可是台湾很特殊，台湾99%的垃圾都是用焚化处理。如果我们把它集中到掩埋场里面，它的除臭功能跟它的工作度都会不错。那因为我们把它公告成是要回收的东西，如果民众不配合的话，那我们也会适时的来处分。台中市环保局指出，初期以宣导为主，清洁队员应该回收的时阵，伫现场进行破地检查，同时进行暖暖包的回收。宣导期了后，如果民众将暖暖包直接当作是一般会用小废弃物来弹，同款会依废清法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商会今日公布2021商业景气的调查，有86%伫咱台湾的美国商会对咱台湾的经济甲景气拢正乐观，嘛创下历史新高。针对美国总统拜登上任未来台美关系，伊嘛正乐观。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拜登上任了后，台美签双边贸易协定 BTA 恐惊就无遐尔顺时。美国商会发布2021商业景气的调查报告，接受访问对象是409个伫咧台湾的美国企业代表，针对2021年台湾经济前景是正乐观。This year we've added some COVID-specific questions. Our members feel that Taiwan is an excellent place to do business in and continue to invest in Taiwan. 根据美国商会调查，有超过8成的会员对今年台湾经济前景是感觉正乐观，对未来3年的经济前景，嘛有8%的会员是同款安尼看待。若是台美贸易双边协议签署，嘛高度关心。有6成5支持签 BTA， 超过5成认为讲台美应该签署避免双边扣税协定。毋过有学者分析，台美关系对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了后会出现一寡改变，尤其是签署台美 BTA， 认为伫咧伊的任期以来可能无法度达成。对美国中产阶级有足够的投资之前，不会启动 FTA 谈判。台美 BTA 看起来不会是拜登政府在他第1任的任期里面有意要优先推动。学者表示，毋过台美的关系结果袂永远的变较歹，因为台湾的优势就是电子供应链，美国必须要依赖台湾，而且认为中美的贸易战袂因为拜登就任了后，转来改变对中国关税制裁，会延续到美中贸易逆差减少，才有可能的取消。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核市厂的建厂执照，伫去年底已经到期无效啊。也毋过，反核团体伫今仔日有开记者会，因是质疑讲执照已经到期啊，为怎样支持核能的人士伫8月份，搁要进行核数定运转的公投？并且和政府公开资讯。大城化考湖反核团体举行记者会，针对8月将要进行的核数商转公投提出强烈质疑，批评核数厂的建厂执照已经伫去年底到期失效，而且核数未输烂尾楼，安怎用核人士也要进行商转公投？他们不断的去宣把核四讲的好像很新，好像可以随时打开一样。但我们从原能会的网站的资料、监察院的许多的报告、纠正案，甚至法院的判决，我们都可以看到核四事上有非常多的问题。提出这个公投案的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而且他在欺骗社会大众，因为他让大家误以为好像只要公投过了，我们核四马上就可以启用了。反核团体批评，就算公投过关，未来若讲要搁开钱搁起，也搁需要申请一摆执照，也爱做宽评，成本会更加悬。对此，公投领头前强调，建厂执照只是一个技术环节，无应该没收全民公投的权益。可是其实已经实质完工哦，所以它其实不太需要建厂的执照，除非说我们要把2号机继续完工。可是事实上需要的是运转执照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8月28日必须要全民公投来决定这个30年的一个难题。双方互相批评，真有火药味。反核团体也呼吁政府应该建立网络专区，公开核数6年来证据，甲相关资讯，互外界了解核数的历史甲现况。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压悬，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取消大型的活动。过年要到啊，包括办年会的大家、抢头香、分珠宝，也有元宵的活动，甚至进香，真侪拢已经取消啊。传统卖民俗用品的店头生意大受影响。本土病例直头增加，疫情指挥中心也要求春节的活动拢暂时冻点。台南一间庙宇，包含开基玉皇宫、正统鹿耳门、圣母庙，20拢宣布取消活动，或者是暂停办理。唔那影响庙方和信众，卖拜拜用品的业者也小可受到影响。生意哦，甲以往比起来，上少要40要3成去啊。哎呀，这生意拢有影响，唔是讲无影响啊。断掉了啊，就慢慢卖啊。卖出去就变掉。对啊，就是安尼。你像这个老人家影响就是便当啊、猪啦、肉啦、菜安尼尔嘛。卖啦，阮这较袂较严重啦。业者表示，台南市庙满是卖祭米祭品的店头也多，唔那庙会需要的拜香、祝寿香、蜡烛，佮有炮仔、金纸也受到影响。去年因为爱防疫，生意就减3成。哦，像阮昨有买卖，有人全部取消去啊，系啊，全部取消去啊。朋友都拢无，等于无烧、无放炮啊，早会拢减去啊。啊，就是防疫嘛，无法度，就看以后会较好卖啊。庙方咧注文这用品的时阵，通常袂干那向一间店头买。取消大型的春节的活动，对店头来讲，损失还阁算是会使负担的范围，伊也通收淡薄仔定金，加减补贴损失。不过，赛后阁得爱面对这款用品，互通食了等等的问题。现此时无答话，也只有是尊重防疫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份掠头草茶山鸟市的联合稽查，有查到牛樟、檜落去珍贵的木材3255公斤，价值544万。检方伫今日起诉12个被告，要求法院甲因判重刑。到处一块木材4块位，也有各种的插头，拢总是被山鸟市偷错的产品。警方出动900名警力搜索。破获犯罪集团的大本营，当场逮捕姓李甲姓罗主嫌等人，并且查扣台湾、小南、牛樟、檜落去等艺品甲原木，重3255公斤，实价达到544万。而地检署利益侦查终结，起诉12名被告，并且要求处重刑。因为他们反复实施在我们的45班地啊，这个犯案总共达有11次。那破坏森林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对他们求处重刑。其中对这个最重的这个主嫌的被告，我们是求处20年。台北市的这一个关渡区的一个收赃点，来大举整个查获到5名现行犯的主嫌，当场在把林子山区的运下来这些稻伐。在现场交易过程中，当场查获。警方表示，集团的犯案地点东到宜兰明池山区，西到桃园，沿着台七线进行逃窜。途中也有换车，避免警方查缉。由姓李主嫌指挥进行销赃收购，姓罗的主嫌带了其他的嫌犯进入山区逃窜。为了换毒品加数额现金，每一摆上最至少5万。我们的木材，尤其我们的国产材或我们的标售木材，我们都有一个履历。从我们标售以后，它就是有一个验证码啦，就是说我们透过 QR code 可以证明说我们这块木头这块艺品它的来源是合法的。另外，这摆检警林务单位联合查缉，共同执行卖器专案，检方硬起来向被告。求处重刑，无放过偷草集团。劳动人管处也强调，未来会加强林务巡检，并且呼吁民众买有产销履历的国产在制品，唔通买来路不明的木材，一无细理也会违法。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头份中央路是去竹南主要的大路，最近咧做路，有倒摆着怨讲，伫等待倒弯的车架不时拢互轿车或者是停车架来占用。因为目前标线还未画好，警方讲等画好势就会去开罚单。相片内底车停伫咧架仔内底，但详细甲看，这个架仔是真长，车无法度完全停入去。原来这是予机车使用的台专区。有没有看过有人在那边停车子？有啊，当然有啊。
以为这是停车格啦，是，因为没有写那个待转区啊，所以民众可能认为说这边是停车格，这边我要停下去。苗栗头份的中央路最近在做提升道路品质的工程，有价伫过年进前完工，不过煞有真侪民众发现讲，沿路真侪机车的台转区煞予汽车来占用。附近的居民是讲，像中央路和中兴路这个路口，倒弯的车流是真大，不过台转区煞予占用。骑机车准备要倒弯的人，就爱去外线的车道，是真危险。居民认为讲，这是梯形路口，也无清楚的标示，才会予误停。还要写字，哦。好，警方现在以劝导为主，在标志标线施作完成以后，警方会加强取缔。警方表示讲，目前标线长咧时间完成了后，就强力执法，会当以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上重罚1200块。苗栗县府表示讲，也会针对全县58个机车两段式的倒弯路口，和高危险的路来改善，降低骑奥多麦的人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林体处规定员工，若是要请事假、病假超过21天，考绩就要吃饼。工会认为无合理，嘛讲因的膝头、因的工课爱靠体力，危险性更悬。2档发生40多件职业灾害，都无咧甲公司计较，公司改规定拢无甲因参详，嘛无甲因协商。不过林体处是回应讲，这因为无牵涉改变劳动条件，所以唔免协商。不过未来会先参详。事假加病假有21天打饼的吗？有没有？没有。都公务员甲劳工的请假考核相关规范，来点出阿里山林体处的管理要点无合理。工会代表指出，林体处伫咧去年8月份，家己发布新版的管理要点，其中病假、事假超过21天，考绩就列作评定。从107年7月1号到今天为止，总共45位同仁受伤，把劳工的职业伤害鉴定，第一次送了不见了，第二次拖拖拉拉、恶意刁难。劳动部在12月中的时候，终于通过说我的是符合工伤伤害条件，但是他就只承认我8月到9月的假之后1周2次的复健，都是以半天工伤假、半天病假。有7个员工请假超过21天，考绩方列作评定。经过协商了后，即马剩2个人是评定。工会认为讲，连接铁路的工作者，平常时爱进行换更铁的轨道、抽换铁路叉等等，动体力、高危险性的工课。2年多以来，已经发生40多件的职业灾害。主管机关应该照顾劳工，毋过去年发布的新版管理要点，无立即去工作规则修正，连主管机关嘛无协备过，嘛无甲工会协商，应该退回。薪资、薪级，还有员额配置。还有平时的考核，这些都是属于内部管理的措施，并不是劳动基准法所规定应该要先行跟工会协商的事项。是病假21天，考虑平等，并没有包含工伤假。林体处表示，会制定新版的管理要点，是因为进前有部分员工滥产请事假甲病假，严重影响到排班出勤，致使员工的休假无平均，嘛会牵涉到行车安全。这个修订要点，并无牵涉到劳动条件的变更，属于机关的管理措施。从去年开始，每2个月拢会邀请工会代表来出席局部会议，后续嘛会继续来进行劳资沟通甲协商，保证会维持即卖的管理规则。记者综合报道。那全高总是要求军公告新组审计委员会爱有基层的人员做代表，不过一直拢无收到善意的回应。进前是开会员代表大会有通过要向行政院发起团体协商，今日嘛去行政院门口表达诉求，交出团体协约的公文甲草案。军公教调薪有意见？无意见。军公教薪水都没有涨。军公教的新组审议委员会大概开会，教育部代表拢无意见，基层的老师煞真有意见。全教总以行动桥来敲说委员会内底无老师代表，基层的声音要安怎互人听到？出任教师的月薪只有成长了2.94%，所有的这个民国100年到109年
军公教的调薪也只有调薪过一次。专高总指出，基本的工资要11年起13届，但是2000年到即马，军公教敢若起4届，大概调3%。同期间民间的薪水成长16.74%，重要民生物资指数起15.75%，军公教薪水调幅略袂着，生活品质愈来愈歹。台北市的物价指数，大家相信应该都知道。我们台北市的老师，我们的薪水在台北市真的很难活下去。因为会员大会已经通过向行政院发起团体协商，嘛提出审议委员会要设要点，增加老师代表的草案，劳动化学者、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柯俊安认为会当。重大的劳动条件，没有劳工的意见的参与的话，也是觉得蛮可惜的啦。行政院由临时行政科科长来接团协甲草案，敢若会当表示向主管报告，交予权责单位来处理。后一波无排除刑事争议权，予政府认真来看待。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汤病院发生菌株感染，病院内底的患者要陆续清空刷出去。医师工会今仔日是呼吁政府暂停所有无必要的偏见，等疫情结束了后才搁讲，予医护人员甲病院专心防疫。玻璃土医疫情进入社区，随着确诊个案增加，也予4科位病院的医疗量能敢是才来受到关注。毋过，医护人员徛伫防疫的上前线，却也要继续准备偏检工作。全国医师医疗产业工会呼吁，应该暂停医疗院所各项相关的评鉴，将全国所有的院所资格点延到无社区感染疫情了后的隔当年。他们准备评鉴，大部分都是用在下班打卡完之后，这个隐形工时去进行处理。医学中心、区域医院跟地区医院其实所占的比例是一样的，表示说不管是哪一种层级的医院，目前都是受到医院评鉴非常大的压力。虽然病院评鉴甲医疗品质促进会已经提出病院评鉴简化方案，预计自3月开始受理评鉴申请。不过，工会认为调整方案并无法度减轻医疗人员需要准备书面资料的工作负担。延后评鉴也只是予医疗人员一直处伫紧张的状态中，而且还佫需要用更加侪时间准备。医院评鉴它是涉及健保给付啊，还有医院升级等等的这些问题，所以可以想象，医院的主管人员还是会对基层的医师、基层的医护人员有一些提供一些压力存在，所以不断的延后啊，或是暂缓，都可能会反而就是拖长了我们为评鉴做准备。医疗人员长期暴露伫高风险的工作环境，即马更加爱面临本土疫情的考验，工会呼吁减轻非紧急的医疗业务量，暂时取消加重行政负担的医疗评鉴，这是真正实际支持医疗人员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一般拢会想讲，增加所在学校资源甲都市是袂比值，毋过大东县推动国考化实验教育投入资源，亲像三坡国小学生囡仔对细汉就开始接触科技，到6年啊，因已经会晓写程式，开发出科技产品，真正有够够。大东县太马里乡三河国小高年级训练教学的学童，学期外学校安排因展现一个学期的学习成果，因利用贴插块实成镜头并写程式，发明一种当兵变色的风道车系统，路边就会当开车。这群学生因为今年级开始就学贴插块培养基础的逻辑思维能力，有一寡贴插块连大人也有可能贴袂出来。有点，因为积木需要堆叠嘛。那堆叠也需要一些思考，我就增加了很多思考跟自信心的部分，这样。学生在回答上面会变得更有逻辑，然后可以回答的更多。三河国小是大东县在已经实验小学之一，推展探索镜头结合资讯科技教育。虽然是偏远渔村的小学，不过经过1到2年啊，统整各学科的课程设计，学生人数为4年前的30多人增加到54人。学生学到解决问题甲研究发明的能力。他生活上可能遇到数学问题，可能遇到语文问题，那他随时可以透过他学过的东西来解决他生活的问题。
有部分家长真好奇，囡仔到底伫学校学着啥物？下期我到学校观摩，看到学生为低年级的专题制作，到高年级的发明，对因的未来充满信心。也希望会当看到国高中有更加侪这款的翻转教育学校。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有26年历史的高雄市立美术馆进行大规模整修，伫这礼拜五要重新开放，有邀请国外艺术家来做展览，带乡亲咱做伙来看。1、2、3，来。乌帮沙灶出现一个比人较悬的囡仔面，伊的目睭甲喙不断变化。这个奇幻作品就是美国录像艺术家 Tony Osler 上新的作品，而且伊是特别精选台湾囡仔伫50组的相片中，揀到来自台南的齐小乐。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有很多人的眼睛跟嘴巴在我的脸上跳来跳去。齐小乐爸母拢想袂到，查某囝的面会当成做大师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跟这个录像大师Tony Osler 非常的有缘分，就是在这么多的小朋友当中，就钦点到他的脸。The feeling of the portrait, the soul of the human, so to speak, and with facial recognition, it's what I see as a kind of new portrait. 这是 Tony Osler 头一摆来亚洲，高雄美术馆推出国际大师的特典，嘛是因为因按算拜五要重新开馆。整修了后的公共甲展览空间变较光较现代，户外飞龙设施甲圆形的亭嘛经过大改造。因为高美馆已经26栋，厝顶的漏水。2018年，阁有80万的参观人次；2019年降到60万。去年拄着疫情，1月到10月却剩30万人。是要将高美馆变做一个新的形态的美术馆，从古早迄种敢殿堂共款吼，来感觉看会到无啥想要未来迄种感觉，特别是对咱的市民朋友拍开，互人感觉来美术馆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即马来高美馆嘛会当好好食一顿饭，啉一杯咖啡，餐厅嘛有艺术品通欣赏。若是去外口行咧，规个园区有43公顷，整治了后加一寡装置艺术，要互艺术就伫民众身躯边。咱这个特色就是高美馆有一个遮尔大的公园，不管北美馆、不管南美馆，伊这都市内底吼，不管高美馆，其实拢无遮尔大的园区，而且阮的园区佫是生态园区。高美馆开馆迄当时是全台3大美术馆之一，即马伊重新定位，希望正做民众享受城市美好生活的所在。记者陈嘉文高雄报道。传统的腊日一天掠一张迄款的，拢是印大字的日子，写讲今仔日拜鬼。毋过即马市面上有出一本有画图，顶头佫有注文讲过去即天，咱台湾发生过啥物大代志，记录咱台湾走向民主的365天。掀开2021年的腊日，历史上的5月29，你敢知影是啥物日子？2005年5月29号，蔡瑞月，台湾现代舞之母过身。佮现来到7月31天，乡亲敢又会记迄天发生啥物代？2020年7月30号，李登辉，台湾民主之父过身。一百个插图画出历史上对台湾发展自由真有贡献的人物和事件。这本号做台湾独立的腊日，唔但有历史，佮有台湾俗语，这拢是主编 Mark 新的创意。你安怎识识你的过去？吼，识识你的历史，也决定你未来的选择。我是希望独立会使改变过去错误的迄史观，未来伊才会讲。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过去2档出版的腊日无同，莫针对新的事件，像不动产、进行正义上新的调查结果，就拢会再加入去。莫对作品的用心，一路替伊到企划的 Cosby， 拢看在眼内。莫这段时间，伊的工课拢会当放弃了，专心专到来准备这本。我对伊的精神感觉真感佩啦。出版社也讲，这本册伫咧市面反应袂歹。应该是台湾这是第一本用腊日的形式
做1本书的，其实每一年拢稳定是5000本左右的销售啦，重复购买差不多20%至30%的。每听一张腊日，就通对历史上的一天有新的理解。莫克寄望这本日帖，真做恢复国家历史记忆的药单。未来也打算伫咧顶头，甲一寡台湾本土意识团体的资讯，含古早时邮票的花草，和这个国家认同的复兴工程，加更较丰富。记者阿敏金张玉水台北报道。下半部的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9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寇兴珠，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艺术。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多谢观众朋友今年的陪伴。咱今仔日的主题是一档内底上尾的一个节气——大寒。大寒汉字写作大寒，罗马字写作多爱大好安寒。大第7条，寒第5条。大寒差不多拢伫新历正月19到21迄卡头。大寒毋那是规年烫天上暗尾的节气，嘛是一年内底上寒的一天。伫大寒这个节气，咱会拄着尾牙。尾牙是旧历12月16，迄天头家会办到请辛劳，感谢大家为公司打拼的辛苦，咱叫做食尾牙。伫台湾，阁有一款风俗，就是伫大寒迄天会去整理祖先的墓，甲祖先的墓整理好清气淡淡，互祖先好过年。大寒的时，阁有一项重要的民俗，就是伫旧历12月24爱送神。送神会传糖仔拜灶神，请伊转去天顶的时，甲咱斗讲好话。送神了，就爱准备过年啊！29暝，规家伙仔围炉团圆，分红包互囡仔过年。啊，这嘛是俗语讲的“新年头，旧年尾”。来，就是这个时阵，来，这互你平安到大汉啊！就乖吼，就乖啊！俗语讲大寒不寒，人马不安，意思是讲因为大寒的天气足寒，一寡海棠若毋是寒死，就是美丽，唔敢出来。啊，若是大寒天气袂寒，遐个海棠无死，也是出来热趖，安尼咱的生活就会有灾厄。六大寒。阿尾、尾牙、送神、29暝、新年头、旧年尾，大寒不寒，人马不安。拍拼规冬，大家辛苦啊！咱这个上寒的时阵，甲同事、亲戚朋友做伙食饭，感受人情的温暖，真幸福。
今仔日的逐工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来。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